也这一班按算拜三就会当摕到，也因为13岁以上囡仔会用个家己领，所以呢，袂少囡仔想要家己用，毋过要安怎用，家长有无共款的想法？这1万块怎变做家庭冲突的起因？民间团体就建议家长甲囡仔伫领这1万进前，爱好好沟通。 7月开始普发现金1万，人人拢会当抽望登记。财金公司有估，直接绩效也是登记绩效，头一批绩效已经超过900万笔。因为13岁以上囡仔毋免透过家长代领，这也伫网络引起讨论。有囡仔表示，妈妈讲要将普发1万提走，我已经13岁，敢会当家己领？也有人讲为着普发1万，毋知有偌济家庭适合，囡仔都安尼离家出走。我如果领到1万的话，我就拿去买电动游戏吧。我应该会分我爸妈5000块吧，5000块拿去买球鞋。对于普发1万，青少年拢真有想法，感觉这是政府予因的所费。对囡仔的心声，家长也出现无共的声音。他没有他的那个账户，所以他是必须要入到我的账户。那所以那时候孩子就哀一声说：“哈，所以那1万块在你那边吗？”我说：“对啊，我要帮你缴这么多钱呢。”他们很讨厌扫地跟拖地，讨论同意就是大家一起出那个扫拖机器人的费用。财政部表示，13岁以上的囡仔会当登记家己的身份证字号，甲金融机构口座、从健保卡卡号都会当透过登记入小等方式来领。只是都惊家长甲囡仔想法无共调，可能都正做家庭冲突的原因，专家提出建议。事前就做好一个讨论，不要说好都给你用。结果他说他要买这个，你又跟他说不行，这样反而冲突很大。依照民法的规定，在法律上是纯受利益，所以可以不经法定代理人的允许，可以领取普发现金。财政部提醒，想要登记入小，爱注意登记输入的小号甲身份资料若无符合，甲防地做警示口座等，拢可能造成入小失败。若想要到 ATM 领现金，就会当去全台16间指定金融机构领现金1万。可以办理 ATM 领现的机台总共有28036台，那已达全体 ATM 总数的84.34%。普发1万全面机台，也毋过按怎避免领的方式甲用途，演变做一场亲子冲突，也考验每一个家庭的教育沟通能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